好，今次啟德花園大概500尺兩房單位，咁戶主係一個好忙碌嘅專業人士，咁同父母加工人就一齊住，4個人就共用一個空間，所以我哋特別加強咗全屋嘅儲物設計。至於用色方面，就用咗淺木色同埋白色做主調，偏向簡約無印風。到呢邊，咁我哋就做咗隻到頂嘅 C 字櫃啦。咁主要就俾佢放下鞋啊、雜物同埋日常用品。咁中間我哋會留咗個 C 字位，俾佢入門口放下鎖匙啊、其他小雜物咁樣，唔使將佢啲嘢就亂咁劈啦，可以全部都可以收埋晒喺個櫃度。大門嘅側邊做咗一個神台櫃，咁另外其他位置我哋就做咗好多嘅儲物嘅空間，咁滿足到客人嘅傳統需要，同埋有更加多嘅儲物收納。好，嚟到飯廳呢邊，呢度就係用餐嘅區域啦。咁隔離，所以我哋做咗一個半高嘅餐邊櫃，咁就俾客人放咖啡機同埋日常用嘅水機。另外角落頭位佢仲放咗個位置係擺垃圾桶嘅。嚟到客廳嘅呢邊，咁我哋設計咗一張反較床，咁平時收埋嘅時候就係一組櫃，瞓覺嘅時候就可以拉落嚟變成一張床。咁打開床入邊呢，其實就會預留咗啲層板，可以俾佢擺嘢。上邊仲有一個較大嘅儲物空間，可以俾佢放更加多嘅嘢。好，嚟到走廊位置，我哋上面做咗個儲物嘅假天花，咁前後都會有開位嘅，主人房同廳嗰邊都有個開位，咁可以令到所有位置都可以用到盡晒。好，廚房同廁所嘅位置都偏細，所以我哋改用咗外趟門，釋放翻入邊嘅空間，咁令到大家出入嘅時候都會更加方便。廚房用咗兩邊櫥櫃嘅佈局，所以成個空間感比較緊湊，特別係啲轉角位好難用，開櫃門嘅時候咧就容易頂住啦。為咗改善呢個嘅問題，我哋喺櫥櫃門設計上面做咗啲特別嘅處理，例如1開2嘅接門，同埋一啲嘅細門嘅設計，令到開門嘅時候就唔會頂住拎嘢，同埋提升呢個整體嘅使用感。好，洗衣機方面我哋就會安排咗放翻喺廁所嘅入邊，旁邊仲有一個長方形嘅企缸，同時配合翻一組櫥櫃去做翻啲日用嘅收納，同埋空間滿足到洗衣加沐浴嘅需要。嚟到細房位置，因為都比較的適，屋主想用盡每一寸嘅空間，所以我哋做咗張窗台床，用盡窗台嘅位置。咁地下仲會做咗個升高地台，增加個儲物量，再配合埋其他櫃桶、書台同埋書架，仲有床頭有一組全高櫃，令到個空間可以用到盡，同埋整齊一啲。嚟到主人房衣櫃嗰度，我哋除咗做咗普通嘅衣櫃啦，有掛衫位同埋層板之外，特別加咗2個嘅櫃桶，專門係收集內衣同埋飾物，細細件嘅嘢唔會周圍跌。另外仲有個床頭加書櫃連成一體，可以下邊做足櫃桶、儲物格，變成一個工作兼睡眠區。呢個單位展示咗實用設計嘅價值，由櫃門開合到全屋嘅動線同埋安全細節，每一步都為住戶仔細考量，空間都被重新整理，包括收納、工作、休息同埋長者照顧嘅功能一應俱全，令每一寸都發揮到最大嘅效益。如果你都希望喺有限嘅面積之中打造一個貼心又實用嘅家，呢個案例會帶俾你更加多嘅可能。